大家好，我係灣區頻道羅仔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個65平方嘅2房，非常實用啊！實用空間超級大，可以睇下。依家喺67平方個房個位置嚟啊！咁入嚟嗰度，你玄關位嗰個位置都會做好咗俾你嘅鞋櫃嚟嘅。咁轉個鏡頭就係我身後就係大廳個位置嚟啦。咁我呢轉個位置嚟睇下，身後嗰邊就係廚房嚟啦。廚房個空間都係實用性好夠啊，而且廚房個三件套都會俾到你嚟嘅。廚房三件套，咁我呢入嚟再睇下佢個整體嘅格局，可以睇下佢個格局，視野同採光都係非常 OK 嚟噶。咁大廳個位置你實用性都好夠啊。大廳個位置就係剛才嗰個鏡頭嗰個位置嚟啦，大廳個位置。咁我呢依家你就入嚟睇下其他位置先。咁我呢喺嗰度公共衛生間就係身後嗰度啦，公共衛生間嗰度身後個位置。咁接咗嚟呢就係小朋友個房，小朋友個房你實用性都好夠。我呢入嚟睇一下，我企喺個位置轉一圈，俾大家嚟睇一下。佢採光其實好好嚟㗎，由於拉咗窗簾啊，你相對嚟講你就睇唔係幾即係睇到你光線好似差少少啊，實在係光線好好嚟㗎。咁呢度係主人房嚟㗎，主人房個梳妝台都係交付標準嚟㗎，梳妝台嗰啲身後嗰啲係交付標準嚟㗎。咁我咧睇下佢個飄窗個位置嗰度，佢個景觀係非常 OK 嚟㗎，喺板張山個景觀嚟嘅呢度啊。咁我哋轉個鏡頭俾大家睇一下，佢外邊個景觀係到底係點樣㗎？可以睇下，哇！日落個景觀，你睇下外邊個景觀係好靚嚟㗎。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啊，可以聯繫我嗰邊嚟啊，帶你嚟現場參觀一下呢個樓盤嚟嘅。咁價位係幾多呢？就係單價3萬3左右個價錢嚟嘅，3萬1都會有嘅。